讲到，咱要请咱所敬爱的黄牧师，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南洋知识会馆。敬天下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早起甲咱参加来敬拜上帝。今早起我用这个题目，亲像应教体式会馆。咱头拄仔所看这段的经文，伫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。基督徒伊的生命是有亲像应教的本性。这个本性就是要互咱来学习，两个行吧，仰望天顶，亲像应教体式会馆。应教甲鸡仔是会当互咱来思考生命。我伫 FB 内底有看见一篇的文章，就是环游世界为人生梦想的这个夜课。伊经过澳大利亚的一个牧场，结果伫这个牧场的时阵，伊有发现一件真趣味的事。因为伊到伫迄个饲鸡场的时阵，伊看见有一群的鸡仔，即群的鸡仔中间，伊有看见，鸡仔中间有一只鹰鸟，迄只鹰嘛共款伫遐食物件，啉水。但是迄只鹰，伊甲鸡仔共款，伊叫声拢共款。即个夜课，伊有感觉讲，伊是生物学家，伊讲鸡就是鸡嘛，鹰鸟就是鹰鸟，他的即只鹰共款，甲即只鸡叫共款，嘛是共款物件。伊就去请教即个饲鸡啊，结果即个主人就来讲，即只鸟啊鹰。幼鹰就是我去甲伊捡着的，我毋知影要安怎甲伊饲啦，所以只好就甲这个鸡仔伫鸡巢内底甲带做伙。即个生物学家也克医生来感觉讲，太啊悲哀，鸡甲鹰就是无共嘛，所以伊讲安尼我甲伊买，伊就带转去了，伊就开始甲即只鹰开始甲伊训练，训练了的时阵，伊就甲鹰啊。你即只你是鹰呢？你爱晓飞呢？就来肯个唱吼，就叫伊飞。但是一摆，迄只鹰吼，就可拢练落，因为伊已经足习惯，就是做一只鸡啊。所以伊就讲，毋是，伊是鹰，应该伊毋是亲像鸡啊，伫涂骹咚咚咚安尼尔。所以伊就来一摆、2摆、10摆、20摆甲训练。训练了，伊有一天就带伊到伫旷野迄个真宽阔的所在，伊就要甲即只鹰讲：“你是鹰呢，你一定爱晓学飞。”结果，迄只鹰到伫真宽阔迄个所在的时阵，伊目睭就看迄个日头的时阵啦，伊真正就是伊的本性全咧展开。伊就开始嘛，因为已经训练安怎拍嘛，结果伊真正就体式飞完，就飞起来。我要来互咱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如鹰展翅上腾》。上帝已经听见我的呼求，伊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。拖累咱的，要安怎恢复上帝创造我的英美的形象？来，咱唱这首歌无？这首歌毋是台语的，国语的吼，无要紧，咱来唱一下好啊。听见我的呼求。选择我的容美心。
伊会当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伫咱头拄仔看即段的经文，伊敢若讲，咱的上帝，伊就是创造地极的主，伊是无野神，伊是无野也无神的，因为伊的智慧是无办法测度的。野神的，伊要赐能力；软正的，伊要加添力量。少年人嘛是会野，嘛会神。勇壮的嘛会跋倒，但是独独听候耶和华的，要定心得到开来，伊就要亲像鹰鸟体是飞远，伊跑走就无野也无神。朋友兄弟，伫你人生的路途，你捌经过生命上界低潮？若像人生碰到真大的困境，有可能伫你人生上界大的困境是啥物？到底你的痛苦是啥物？你面对这个痛苦的时阵，你的反应、你的情绪是啥？有可能你真受气，你真不准，你是懵懵了了。你有可能，你伫遐你真软正，你伫遐你是怨天尤人，但是当你伫迄个人生上界低潮、上界困苦的时阵，你对家人得到安慰，对朋友、对你的亲人、对朋友，有可能这个拢无办法帮助你的时阵，信仰有办法帮助你无？到底这个痛苦、这个困境有带互你什么种的意义甲影响？今早起，我师父就是因着因照，要甲恁来思考。咱来看，生命是需要爱蜕变、爱有成长的过程。所以，咱来看伊老鹰，伊是伫鸟仔中间，伊是做王的。因知因鸟伊会当，这鸟伊会当活偌久，会当活几岁？来思考过。这只因鸟，伫伊人生到底中场的时阵，伊就爱做一个真困难的决定。咱了后要来看，到底这个因鸟伊的过程，伊是安怎咧变？因鸟伊的蜕变。伊即个变化的过程，伊会当互咱学着什么种的功课？老鹰是世界上岁数上界长的鸟仔，听张。所以即只鸟仔岁数真长，伊的一生会当到70岁。咱讲，咱人生永壮通到70岁啊，会使你会当搁到80岁。我顶礼拜才参加一个99岁。伊会当到70岁，哇，这就是长岁数。但是伊要活到遐尼长岁数时，伊伫40岁的时阵，伊就爱做一个真困难的决定。因为当因鸟伊伫40岁的时阵，伊迄个鸟伊就拢老化，结果伊迄个老化的鸟就袂当搁去念物件。结果伊头前即个我毋知是配合，伊的迄个肺就是喙。吼，恁知影吼？当喙皮吼，结果伊会真长，啊，就会弯的，就去碰着伊的形态。再来，伊的膝已经是背40重，是足重重的。伊的毛已经真高，啊，搁有油，真垃圾。伊背了会真重重，所以伫即个时阵，伊就爱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。即个决定是啥？下一章。伊即个决定，伊就是需要爱面临是要等死，啊是伊爱经过一个真痛苦换心的过程。即个过程需要150天的操练，所以伊必须真努力，爱飞到伫山顶，伫迄个山崖遐爱去做一个修，伊就袂当搁飞，
伊会停伫迄个山坎的所在，哇！叫你拢总莫创啥，爱停伫遐爱5个、3个、150天，就是爱5个月。啊，伫遐要创啥？咱来讲，伫遐伊就爱面临一个真深的一个操练。头一个操练就是啥？伊迄个肺，吼，迄个爱安怎？爱去扩迄个石头，结果扩迄石头爱互伊迄个老的迄个已经是转去诶，爱拉去。爱搁等伊搁生出来新的，了后伊爱搁生出来了，用伊的这个肺吼，这个去甲伊的指甲迄了，一支一支搁甲挽起来。当迄个指甲挽掉的时阵，伊爱搁将门一支一支搁去甲挽起来。哇，这辛苦，实在是真辛苦。这个过程爱偌久？爱有5个月。5个月了后。伊新的门就会去生出来，老鹰伊就会当个天时飞悬，伊重新得到开来，会当个伊的后半段30年的人生。你有影在？这是毋是甲咱的人生嘛足像的吼？咱有人生的顶半段、中段，啊个下半段，咱来看，伫咱的生命有时，咱嘛爱经过一个真困难。一个决定，要开始一个换新的过程。这个换新的过程就是爱创啥？你爱将你的旧的习惯、你旧的传统，你拢爱甲等现上。因为你这旧的传统，你这物件若无甲等现上，有可能像伊啊，迄毛已经足重的啊，迄鸟已经是安怎足钝的啊，过来伊的皮吼，已经是碰到胸口啊，伊根本就无力。会当个飞，所以只要你若愿意放下你的旧的包袱啊，愿意学习新的技巧，咱就会当发挥上帝予咱的潜在的能力，咱会当创造真侪新的物件。所以我以前吼碰到这机器吼，我就惊甲要死啊！我就毋敢去甲领导，结果。我就开始去甲伊使用，我开始因为拄仔碰着我 FB， 从咧规个拢乱码，我想害我若后壁佫试落开台，我甲阮孙仔讲，我这毋知安怎，伊讲阿姨，你中毒了啊！就讲我中毒，伊讲我规个拢佫甲你顶管，我你毋好后壁试哈。我就想，毋过我真正，伊到尾讲毋是啦，你去试，我讲我也无后壁试。你去试着迄个语言的，拢总是太文的啦，我就看，结果就甲我换了吼，我就想讲，我原来毋知去试着倒一个吼，我就试着一个分享，我就当将人的资料，我就伫我的内底，我讲，安尼我嘛要来甲试看卖吼，我搁来试一个分享吼，安尼物件就会使走出来，我就早起来，我就去分享。这就是啥？我本来就是讲，这我袂晓，搁较趣味的，我迄个 FB， 我已经有智慧型咯，我拢袂晓翕相嘛袂晓，有一天我袂记咧抓着相机，结果去员工旅游，讲安怎？安尼这若相片3天的佚佗拢无，我看人拢咧用智慧型照相，我嘛一台新的呢，这是啥嘛？我就甲伊讲，你甲我拍欢喜，伊讲足简单嘞，你着试这了，个。我有真正试，结果才3天的旅游，我去几张哦，去500张，技术愈来愈好。这就是啥？你若无要去甲伊学习，你就无有心的。这个是媒体的时刻啊，咱若阁无学，会影在。咱要安怎回顾过去？下一章，咱有生命中间有真侪咱的点点滴滴，咱的生命。嘛是需要自我的改革，但是你有这种的勇气咯。你若无勇气，你若无有再心，佮有迄个想要佮换的决心，有可能你就是共款安尼。所以你要安怎迈步，你的头前是充满自信、肯定这种的自我。咱看起来你若有高水无？足高水啊吼！咱
能咱人生咱若无常常咧变化吼，咱是安那会落崎岖啦，会愈来愈老。但是你一生命要安怎会当换新？而且每一个人，咱拢是上帝独一无二，咱拢是独一无二的。下一章，咱即个独一无二的形象哦，咱常常拢是咧甲别人做比较。所以当你若甲别人比较吼，人比人气死人。啊，你就会感觉讲吼，啊，我就安怎？再来，咱爱好好来疼咱家己。你若袂晓疼你家己的时阵吼，你拢是咧虐待你自己。你有可能你真正你就真敖，毋过你就无办法去肯定你家己。你一定拢用别人的标准来看你，你一定会批评你的囝儿讲，哎哟，啊你若无要搁较认真嘞，你会批评你的丈夫讲，你看人别人伊开的车就是啥物种？有可能当你即种的比较无办法肯定的时阵，你真济。你的包袱啊，拢总是你的生命。你有办法永远你冇软正冇失败时阵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来定出咱头前人生的方向甲目标。你为虾米人来活？你的努力是为虾米？所以我常常来找我咧协谈的人，我拢甲伊问讲：啊，你为啥来活？伊讲。我就是为翁来活，啊，可能啊，我为阮爸母来活，啊，可能我着为阮囝来活，啊，我讲，啊，你捌为你家己活？啊，全咧讲到这个时阵吼，全咧戆眼，目屎就流。有真侪人，伊袂晓疼家己，一个袂晓疼家己的人，袂晓照顾家己的人，伊若亲像我拢是为着别人咧活。为着上帝咧活，有可能上帝毋是爱你安尼，咱拢知影，疼人亲像家己。一个袂晓疼家己、袂晓照顾家己的人，你要安怎去疼别人？若是安尼，咱有真济咱的生命，咱是扭曲的。所以有的时阵，伫你的人生，你会有扭曲。啊，咱来真勇敢，咱来面对咱的问题。啊，咱会当去甲请教，去甲问，爱安怎？去甲问讲，拜托你，互我知影我到底我是倒位出问题啊？你会当帮助我。但是真趣味吼，咱常常去找人问问题时吼，拢是找唔对人啊。啊嘛是问问题吼嘛，问唔对的问题啊，因为咱是扭曲的。咱的生命已经有真侪错误唔对，特别伫你软正啊软弱被错大的时阵吼，你搁较是茫茫渺渺，唔知要安怎。但是真重要，咱一定爱找对的人，爱问对的问题，安尼你才会当去找到答案。所以今仔日咱拢爱知影，咱是上帝应比即种的形象，咱是一个真宝贵。有上帝创造咱宝贝的形象，咱有野生、有软正、有痛苦，这毋是内底天笑的。软正牧师嘛软弱，安尼有使？啊，咱基督徒嘛会面临生离死别，这有啥物？无啥物。下一章，所以咱要安怎勇敢踏出做家己的第一步，这是最重要啊！踏出这个。头前的第一步，咱就是爱做灵命更新。我看见咱的教会真赞，咱请张牧师、张世聪牧师来底甲咱做灵命更新吼。这是一礼拜一点钟来做礼拜吼，咱会当帮助咱伫灵命更新，迄实在是做有限。所以咱基督徒吼，毋通做笨蛋，咱咧做认真拍拼，咱咧更新。亲像即只鹰鸟，咱爱安怎开始去敲揣，我伫倒位爱重新包袱，爱干掉的，爱重新换新的。咱来培养一个自主生活的能力，毋是拄着问题，啊，就是干那爱牧师饲，啊，即摆都无牧师的时阵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一礼拜一届，啊，若是万一讲，啊，
拄啊，即个牧师逐礼拜来吼，无紧，咱拢聘迄好的牧师来，逐礼拜拢食大餐啦。啊，其实咱无拄拄，咱逐礼拜拢爱适合食大餐。咱的生命有真侪是需要困落去，爱去创的。对人真刻板吼，迄已经拢是安尼互大标签的自我认知吼，迄是错误的。咱爱安怎重新去甲有引导，咱的人际关系已经嘛毋对，爱调整。咱需要智慧的长者来甲咱引带。所以台湾即时阵经济无问题，毋过啥物有问题？咱的生命已经破病。为咱的国家破病，为咱的总会、咱的中会，真正拢破病。啊，咱的基督徒嘛破病，所以咱需要啥物爱坚持，啥物爱讨厌。咱即个人是有上帝真完美的即个形象的人，但是咱基督徒已经安怎嘛迷迷茫茫。咱已经嘛感觉讲，啊，咱家己做基督徒，啊，咱我做牧师啊嘛哪输啦？咱安怎？已经是真侪扭曲，咱无办法，甲上帝好好的关系已经嘛隔断，甲人人际关系嘛隔断，咱要安怎重新甲上帝和好，重新和好，你爱得到幸福。我讲，你要怎得到幸福？几个原则，你的心中袂当有分。我问你，你的心中有分无？你也包讲，我心拢无分，安尼一定有讲袂差。这种嘛有啦，你的脑中无忧愁，有啊无？处理就要开始烦恼。你问我讲啊，牧师，你敢有忧愁？我要甲恁讲，我头拄仔来到咱的门口。我忧愁啥物走？我有一包藏我的卡啦，甲藏我的不漏节迄包物件，藏伫水芹这因兜。我头拄仔较紧的翻箱倒柜，啊找无啊！啊，我想讲，要叫阿强开等去甲我摕，我嘛袂赴啊。我只好甲上帝讲，上帝，过去这就是我上软正的所在，卡啦摕无着，不漏节足水的这嘛摕无着。这就事实啦嘛，我要安怎？啊，都爱接纳啊，对无？啊，若人后摆听讲，哎呦，啊你哪上台，啊哪会无卡这？我讲，啊，就真正袂记哩，就袂记哩啊。啊，这就闹开无一点啊嘞，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嘛免好生活，个简单就好啊嘛。啊，你也毋免家己一定讲，哎，安尼一定才是水嘛。生活简单，啊，加减啊，你爱较侪付出，啊，较少的期待。你的人生实在是幸福，啊！这5点吼，你有几点你有得到？有简单无？得到幸福足简单5项尔，但是吼，莫分莫忧愁，啊，生活简单，啊，较侪付出，啊，较少期待。讲真诶，5项拢足歹做，对毋对？不容易。所以你要安怎去发现你的生命一片蓝海？你完全早起。咱敬拜中间，你会当去发现你生命中间吼，上帝互你的潜在诶，迄种的活力。咱来读这段经文吼，你腓立比书第1章第6节，咱用讲话啦，来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你腓立比书讲，你有亲戚。伫你的心中已经到好的工作、成功的，要成全这个水的工作。上帝已经伫你的生命中间在动这个水的工作，要直到耶稣基督过来。你相信无？有相信无？我看恁哪像拢无期待，恁拢靠家己就有够，恁拢毋免互上帝吼。听无？你伫永福教会的日子。下一章，我要问咱大家，伫永福教会的日子吼，有感恩无？有欢喜无？有自在无？有满足无？有幸福无？
有安慰，咱也愈来愈细，有欢喜无？咱会当想看，啊是你伫永福教会即个日子，有伤心，有痛苦，有失败，有苦闷，有惊吓，有郁卒，有挫折，到底你来到教会，你的生命是啥？所以，咱的生命要安怎常常去思考，这个思考，这个对话，因为上帝将时间交互咱每一个人，这个时间是要互咱做好的冤家。上帝嘛将温书材料拢托付互咱，但是你要安怎去运用？所以伫遮，咱在座，我想差不多35岁吼，到65岁，下一章，而且讲。是差不多咱的中年的时期，35岁到44岁，我甲伊讲，会开始去问讲，我是啥物人，丰富家己。到55岁开始问讲，迄就是我，我会开始这憔悴甲自我和好。若55岁的时阵，到65岁吼，我就已经定型啊啦，我爱有较侪雅量，我要安怎来？所以下一章，咱伫天父即个真水花园的内底，你是倒一个？你已经互上帝甲你准备好未？你是毋是有对你家己的自我有明白？你有盼望伫你的生命，会当成做一个生命的证书，亲像鹰鸟体实规管。你有期待？你有真好的影响力，有生活的魅力，这种的影响力，来，我用几项要甲咱讲，你要安怎食做生命的勇士，亲像鹰鸟体实规管。咱都爱重新换一个头脑，咱的头脑就是啥？你爱食做是一个积极、一个乐观、成功、有创意的思考。的模式，佮按一下老鹰出现。伫遐，你的思想，你是积极还是消极？你是乐观还是悲观？你是成功还是失败？你是真保守还是你真有创意？你是真正面还是负面的想法？所以咱拢知影毛毛虫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你我一个真水的乌点。结果上帝无互你乌掉，是互你一只刺毛虫啊！你讲哈，哪会互我刺毛虫？但是刺毛虫，伊若无经过迄种的蜕变，伊永远是一只互人惊的刺毛虫。但是伊经过迄个过程了后，伊要变成做真水的乌点。所以第二，咱要安怎发现伫你的人生的方向，你爱有印象，有目标。这要真做，互你会当有决心。成功的人，伊是有目标的，但是一个人会晓做梦的人，所以咱头拄仔看，你的人生是鸡啊，还是老鹰？所以你若是人生，你本来你就是鸡啊，你又讲我一定要做老鹰，要做老鹰，你可能你嘛做袂到，亲像鹰鸟。你已经上帝互咱基督徒咱的生命就是。鹰鸟天是规管，但是你已经讲我当吃就好，我就逐工安尼吼，逐工哭，有通来啉水，有通来逐工一日过一日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嘛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好啊。我嘛毋免服侍，有可能你读册是干那安尼，你的一生有可能就只有安尼。再来，你要安怎？是安怎你无办法？突破这个，你的人生只有是鸡仔的人生，毋是鹰鸟的人生。因为伫咱的成长的环境，咱已经若像拢互人安怎，甲你限制，甲你打标签，你就是不行的啦，你是软弱的，你就是适合安尼尔啦，你也免搁较拼啦，你搁较拼嘛是安尼尔，咱已经足习惯，拢是。对别人的眼光在看咱家己，咱
像咱生命的主权是交伫别人的中间，咱活咧拢是互别人咧决定咱要安怎。咱毋敢真勇敢来看真实的咱家己，所以咱有可能就无办法亲像应照体式为本。咱只有是互环境甲咱限制，亲像头拄咧讲的，伊本来就是因，但是伊只有安怎，那鸡啊，嘛愈食愈大，土安尼肥尔。咱爱自我爱去发掘咱人生的机会，所以上帝有的人伊一直咧追求就是成功的心态，但是上帝互咱基督徒反倒等于是一个苦难的心态。我昨有听伊讲，咱后期有要学新人有要来教迄个苦难的心态，我甲咱讲，咱来好好把握，因为这苦难的心态就是安怎，咱会造成打击。咱就人生会拄着生离死别，会拄着创伤，会拄着人甲人的冲突。咱会互别人对咱无好款待，但是伫迄个时阵，你就爱家己选择讲，我要安怎面对这个人生的困境。你会搁较坚强，你会去忍受。你行伫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阵，你会开始想讲，上帝，你要安怎来带我？所以这就是讲。咱的自我就成长的训练，这伫头前讲，咱知影安怎爱坚持，啥物爱妥协，啥物是咱的人际关系爱调整，才会切点，毋茫才会拢会当成做咱真好的成长的过程。当你生命换新的时阵，你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有调整。你要调整啥？你爱开始调整你的喙齿，咱的喙齿会晓开始讲正面的话、肯定的话。有可能看人的成功哦，毋是酸酸的，毋是就是一定爱打击人的轻看轻看，你才咧甲换过，毋是。你看人的成功，你会晓甲学乐，你会晓讲鼓励的话，讲接纳的话。因为你的内心有痛，你有热诚，你毋是看人好是别看车，是怨妒。我相信伫咱的四周围，有的人讲无勤的人吼，会晓真爱比较，因为我若伊第一名，我就一定第二名，我一定就是爱争第一名。所以嘛有人就是咧讲，我昨昏就是咧陪一个伊学音乐的。伊的丈夫就来讲，伊阁总爱甲人比诶。哎呦，我无甲人比，我要安怎？因为伊有到伫国外去甲音乐，结果伫遐甲人争甲，伊全是精神已经出问题。伫迄个中间，伊只好就爱倒转来。所以咱知，当看人好诶时阵，咱无吝啬所赞美的话，咱来鼓励、接纳。当你若是一个健全的人，你有信心的人，根本别人好，你拢袂威胁着你。但是一个无安全感的人，别人的好就会影响到你。所以有信心的话，是爱咱常常去甲别人肯定。当你调整你的喙齿了后，你会当提升你的人际关系。咱常常甲人鼓励。你就常常有喜乐，你对人就真亲切，因为你的心中是水的，是肯定的，是正面的，你就会晓伸出你的双手去甲人拥抱。我相信，这就是人会感受到着你的热情，你的温暖。所以咱会看见咱的社会，即个是真冷淡，咱要安怎会当？成做一个热诚，要安怎互你的存在成做别人的祝福？有一天，有一只蜜蜂甲迄个黄蜂，因就伫遐对话。迄只黄蜂就讲：蜂啊，你甲我共款呢，拢有安尼。毋过咧，你比我较歹呢。我的衫穿毋是我比你较水呢。但是别人哪会介意你？拢讲足讨厌我。
迄只芳就来讲，你有何人类创啥？伊讲无啊，伊爱为我做工课啊。伊讲你知无？人我拢互人类有病呢。一个人伫即世上的价值是啥？毋是亲像即只黄芳是感觉讲吼，恁拢爱互我，好人会比替人较好去。即只蜜芳讲，好人会比替人较好去。所以即只蜜芳伊是付出的。所以一个人的存在，要安怎透过你生命换心了后，你慢慢经历软正，你慢慢野生，但是你人生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去得到疼的管辖了后，你成做一个自信肯定的人了后，你会知影你是伫上帝的面前，你是有价值的。当你家己的存在，你认为伊是有价值的。透过你的存在，你要去祝福别人的时阵，你就会当互你的存在带互别人去芳。所以，今仔日咱的诗歌头拄仔的歌词安尼讲，上帝已经听见你我咱对上帝的呼求，伊嘛明白咱的渴望，伊爱咱放弃所有的重担。啥物种的习惯会拖累你无办法头前跑走？因为这个你若无放手，交出主权予上帝，你无办法恢复上帝创造你迄个完美的形象。你要安怎甲即个永远伫立的天命，创造万民即为主？你来到伊的面前。你要紧密伊的智慧，透过上帝伊的话语，要互咱有真正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智慧是无办法测度的，伊要互你行过的苦难，是要互你透过即种的感觉，互你知影你的野生，伊要互你得到，你的软正，伊要加添溃烂。所以，听候耶和华的。就要人生得到快乐，咱就要亲像迎照天时为源。当你成做一个自我、自由、有安全感的一个基督徒的时阵，你就会当足自由的伫上帝的国度伫遐登位，会当搬过所有的艰难、所有的困境，但是真重要，爱亲像迄只鹰鸟。你爱注目看迄个荣耀的宝座。当你亲像鹰鸟天时为源的时阵，你就要参与伫上帝的国度，来领受圣神伊的满有。圣神保惠师的大快乐，就要甲你三合入的，互咱认为兄弟姊妹。虽然咱还阁无牧者，但是伫无有牧者的时阵。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拢要活出小基督迄种的能力，活出美好的自由的风采。弟兄姊妹，你爱安尼活出来，爱无？主讲，若做伫至美神一个，就是做伫主的心前。毋瞒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愿意将咱一生为主来活。请世间人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。你和阮每一个人拢有亲像鹰鸟即种完美的形象，因为阮就是上帝你的宝贝囝儿。因为上帝你要赏赐互阮伫天父的花园，伫你的管辖的下面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正面负面。好的天气，歹的天气，主你拢要甲阮三角行过。阮会望透过今早起的经文，甲你透过你的罗幕的信息，互阮的兄弟真愿意拍开阮的心，将阮的主权搁一遍交伫你的手中。相信主，你要互阮亲像即个鹰鸟。
定心注目看你，愿就要定心天实陪伴，愿就无夜也无神，愿就要将咱永福教会，阮的长职兄弟姊妹，拢交伫主你的手中，而阮的教会要伫这个地区来高举你的事业，荣光你的圣名。阮来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